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感谢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所制作台语的广播节目。咱要过来做伙分享活命美娘的单元。咱要对约翰福音第4章主耶稣来到雅各井边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来谈论民生问题，就是食水的问题。伫遮做伙来分享神的道理。啉水是人民生的问题。咱讲身躯足侪所在拢需要水分，包括咱规身躯2/3差不多是拢水啦其他各器官的这个效能。主耶稣伫约翰福音第4章13节到14节啦，甲这个妇人人讲讲啉这个水啉这古井水的人会搁再喙焦。人若啉我所赐的水就永远袂喙焦啦。这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时阵有一回伊安尼到中道行路亚仙，就来到足出名这个雅各井遮伫遐要来抢水来啉。这时拄好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来抢水，主耶稣就甲讨水啦讲起来真奇妙，因为这撒玛利亚妇人人伊嘛真知影，伊讲奇怪，恁犹太人甲阮撒玛利亚人都无来往，甚至佫是一个妇人人伊讲我是一个妇人人，咱拢无来往，你才来遮要甲讨水呢？所以主耶稣就甲讲你若知神的恩赐，甲对你讲话、甲你讨水的人是啥人，你得较早就来求伊嘛早就互你活水真奇妙啉水都足素常的代志，但主耶稣煞甲这个妇人人讲到活水啦讲啉这个井的水会喙焦，若啉伊所赐的这个活水就袂喙焦。本来是无相往来的两种人，但是主耶稣却为着要来甲伊讲道，要来拯救伊的灵魂。咱继续听，咱就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讲起来生活可能辛苦但是嘛讲起来毋是足正常的啦因为第4章内底就安尼记录讲主耶稣他讲啉这个井水会搁喙焦，若啉耶稣所赐的水就袂喙焦。咱若伫边仔看讲这个查某人他会通得到主耶稣在讲遮呢？这个妇人人随时就甲主耶稣来甲讨讲先生安尼你嘛甲这个水赐予我啦，毋免遐远来抢水。为什么呢？因为这口井有名呢。这口井叫做雅各井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老祖公就拢已经留互因啦。虽然这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伊的身份毋是讲足对等的但是伊嘛家己掠做讲伊若像这个以色列人的后辈共款所以伊就足疑问的甲耶稣讲阮甲老祖先甲阮的羊啦这个牛群啦阮的牲畜拢食这个井的水，难道你比伊较大吗？其实主耶稣要来拯救的就是咱即马会通理解的讲，有影水啉了会搁再喙焦。那像你道德顶头伊讲起来应该有正常的生活。主耶稣就甲讲请你丈夫到我遮来。这妇人人讲无啦，我无翁啦。主耶稣就甲宣告讲有啦，你有5个翁啦。即马有的毋是你的丈夫啦。你讲这话是真的？哇！这若咱伫边仔听到头目睭点大泪错死惊死！哪有这个妇人人？是要讲伊生活困苦呢？伊需要就爱安尼来得到3顿饱。
是为着是一个无检点的妇人人，伫这亲密的这种男女应该夫妻才有的关系，却渐渐安尼随便吼。咱会感觉讲人吼，自古以来就是安尼吼。老孔子就甲咱讲吼，讲人吼色性也吼。这食啦吼，色彩啦吼，咱目睭看吼，甲这个人性吼，这种欲望吼，实在是与生俱来吼。这妇人人咱就无去探讨到底伊是安怎样。但是呢，主要所甲讲，你有5个翁，即摆翁毋是你的翁吼，看起来吼，嘛是安尼未满足的一个妇人人啦。你若想，咱伫生活顶面是毋是亲像安尼啦？趁有钱的，拢嘛愈有愈好，愈济愈好；趁无钱的，就拼命吼。人讲野子划水，无论安怎，一定要趁一寡钱。已经出名的人，其实嘛袂歹啊哦。但是愈大名、愈出大名愈好，所以嘛是搁继续直直拼。咱通知啦，今仔咱不过是为了一口水井吼，亲像这个妇人人共款。但是咱所浪费的到底是啥物？咱面对的迄个生命价值是啥物？主要所讲哦，若啉这个古井的水会搁喙焦哦，若啉我树的水吼，就永远袂喙焦哦。不怪这个妇人人啊，巧安尼，伊讲先生啊，若呢有这个水吼，嘛赶紧互我啦。咱是毋是原来想讲，咱若有迄落安尼活水，随时都有，毋免遮远来抢水哦，嘛免遮辛苦。约翰福音7章37节啊。这咧讲到这期的末日，就是最后迄一日，主耶稣徛起来，大声安尼宣告讲：人若喙焦，通好到我遮来啉。相信我的人，就亲像圣经讲，要对伊的腹肚内底沁出活水的江河啦。390讲吼，讲主耶稣讲这话啊，是指着讲人要受圣灵讲的啦。迄个时阵还未得到圣灵哦，是应许哦。安尼共款啊，人无圣灵。就袂通明白神啦。圣灵是啥物？圣灵是神的灵吼。圣灵有智慧，圣灵有情感，圣灵有这个意志。神就是安尼，神有智慧，神有意志，神有情感，所以对人好歹对人的这种对毋对是非，拢有清楚的审判。但是有智慧创造宇宙万物，包括创造全人类啦，所以咱就来敬拜这位天顶的真神。神听世间人，都成了肉身，都是伊的话。神用伊的话记录伫圣经顶头吼，来成了成做肉身，像人的这个样式来到世间。用顶十字架，伊无罪，伊也无伫情欲内底生，伊毋是血气生，伊毋是人意思生，伊毋是男女结合生，伊是圣灵甲怀孕生落来。所以圣灵神的灵有智慧，有情感，所以会当完成这个工作。有意志，所以耶稣的确爱死伫十字架顶，这是牺牲啦吼。咱等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4章这咱就通知，这个妇人人吼，安尼互主耶稣甲记出伊的生活顶头，也是讲伊都需要这4、5、6个查甫人，安尼伊才会通伫生活顶面来得到满足。但是吼。这看起来吼，神的安排真奇妙。等于讲伊无丈夫的时阵，主耶稣甲记出伊心内迄个不足。约翰福音4章19节，这个妇人人就讲先生啊，我看出你是先知哦，你甲一般人无共款哦。阮的祖宗吼，伫这个山顶咧做礼拜敬拜神。恁颠倒讲吼，礼拜的所在是伫耶路撒冷，这是撒玛利亚人甲这个以色列人无共款的所在吼。主耶稣就佫甲更正哦。主耶稣讲妇人人你着信我哦。时候要到，恁拜拜，毋免去山顶嘛，毋免去耶路撒冷。恁所拜，恁毋知，阮拜，阮知影，因为救恩是对犹太出来。时候将要到，如今就是了。迄真正拜拜的，爱用心灵甲诚实拜伊啦。因为拜要即款的人拜伊，即个讲到神是灵哦，所以拜神毋免生礼哦，拜神毋免开钱哦。拜神用咱的内心诚实用迄个心灵的内在甲实实在在、诚诚实实的态度，毋通摕物件来吊换哦，毋通摕物件来兑换，讲你若互我啥，我就互你啥，免。罗马书内底有讲吼，咱要做罪人，主耶稣就替咱死安尼，
耶稣是神呢，所以才会通甲富人人安尼宣告。亲爱听众朋友，咱嘛有机会吼，希望嘛甲咱做来参考啦吼。你讲圣经会信得无？会，真耶稣教会，阮相信圣经真正会信得。为什么呢？你跪倒来虔诚目睭磕磕，第一句奉主耶稣圣名祈祷。即马说咧吼，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是万国通用的希伯来文。翻做中文就是赞美俄罗神，神的名叫耶稣，安尼就好。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耶稣应许吼，要将圣灵赐予迄个求的人哦。所以咱若得到圣灵啊，迄指头吼会安尼跳动吼，指头啊跳动，亲像火焰共款，啪咧啪咧，一咧一咧安尼吼。光子讲出声音，发出声音，这毋是学的哦，嘛毋是假的哦，足自然的。迄伫灵内底三通哦，足奇妙的，就亲像咱咧手机啊吼，咧用 WiFi 啊，即个网络共款。你网络若未通哦，你安怎较好的手机也都无路用啦，安怎走都走袂出来，安怎收嘛收袂入去啦，都收无啦。但你的网络若对着，迄就是讲迄网站的迄个 ID 的号码啊，就是迄个记号吼。你若拢有对着，像讲咱咧开迄个蓝牙嘛是共款吼。你若蓝牙有对着，迄种用网络网络线路若对着，套动啦，有啥物传啥物，若对袂着吼，你根本就压咧听雷。咱过去拜拜毋是安尼，无去传到咱拜神的面前，因为迄都毋是真神啊，迄是偶像。有耳袂通鼻，有目睭袂通看，有耳仔袂通听，有手袂振动，有脚袂行路。这个诗篇115篇咧讲到安尼吼，拜伊的吼，甲这个偶像拢共款啦。所以咱求主帮助咱吼，希望真正甲咱报好消息吼。所以当主耶稣甲这个妇人人讲到要拜神，就是用这个态度的时阵啊。这个妇人人讲吼，阮知啦，弥赛亚就是阮咧听候迄个称作基督的要来，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吼。讲伊若来吼，得甲将一切代志拢甲阮讲啦。主耶稣足奇妙，都甲讲，含你讲话就是伊啦。这毋是暗示呢，这已经是明示啊呢。咱笑讲开电视台中视华视，这已经明示啊呢，明甲伊讲啊，讲叫你讲话就是伊啦。意思讲，主耶稣讲。我就是你咧听候的弥赛亚啦，就是神啦。无主耶稣哪会好胆去甲讲啉这个井水搁喙干，若啉我输的水就永远袂喙干。这个妇人人趣味啊吼！伊安尼讲甲这个水赐互我，主耶稣讲吼你即马求的人，甲你讲的人就是伊啦。结果伊就把这个水盘就流咧安尼。本来要来抢水啊，这是伊的目的嘛吼。即摆水盘流咧啊，煞替人去传耶稣啦吼。咱想讲吼，这个妇人人来抢这口井，这个雅各井的水吼，这井水这个井绝对毋是荒废啦。伊安尼是世世代代吼，准时不灭，安尼传落子孙啊。所以这个妇人人吼，伊嘛是共款啊，安尼几十年来，几代人吼，都是安尼一直咧抢这个古井的水。这是物质啦吼，物质本来就有归属，袂当随便取用。但是咱看讲来敬拜神，已经是超越物质，已经是进入这个神的心灵内底啦。咱卑微的这个软弱的身躯，伫这个世间吼，几十年就过去啊。咱拢会面对将来死亡以后灵魂的审判，肉体归回尘土，会烂去、凹去、臭去、会老去。所以咱无法度讲肉体永远好啦。恭喜哦，食100岁哦，啉着100岁拢活跳跳、活冷冷。若100岁拖哦，着真艰苦，要活就袂活，要死就袂死，讲起嘛足辛苦哦。所以诗篇这做诗的人讲，人一世的年日70。强壮的80，意思讲70、80年的人生上介好、上介红的迄个岁月啦。超过这个时间咧，当然就是长寿嘛吼。你毋知有长寿的条件，活得好，活得轻巧，活得健壮。人讲目睭清、耳孔明，喙齿无漏，毋足好。你也想讲，人若真正100岁，搁过100岁，迄毋是百岁长寿呢？迄叫做妖怪敢毋是？所以。主要说，甲妇人人讲，
讲你若啉我所输的水啊，迄腹肚内底吼，讲要正做泉源，凊到永生啦。这富人人当然袂明白啊，袂明白当然大耶稣讨水啊。那就讲伊安尼足辛苦吼来抢这个井水。若安尼讲，耶稣讲，来啉即口水，伊输的水就袂喙焦，毋免遮远来抢水。看起来实在是还袂通明白啦吼。咱无共款吼，咱安尼一听吼，咱就通知影讲，主耶稣真正会改变人的人生啦吼。要互人活水看起来富人人的这个生活的迄种动荡，甲生活的错误这毋是讲一般人就有法度安尼随便讲的啦吼。但主耶稣却安尼有意无意来到这个井边和伊见面，就将伊所来拢甲讲出来吼。所以这富人人伊心内感动，毋是讲耶稣你什么人？你若咱讲你青仔长你甲我管我几个翁咱都无交叉，无往来。阮是撒玛利亚人，恁是犹太人，要创啥？你讲这是要创啥？但是真奇妙，其实主耶稣伫灵内底甲拯救，灵内底甲提醒，灵内底要互伊明白。所以真正明白伊本来要抢水呢，伊的重点是炸迄水盘要去抢水呢。但主耶稣甲点出伊即个安尼无好的行动甲行为了伊就无隐瞒啦，伊就无隐藏啦，伊颠倒勇敢起来，怎走去城里去传耶稣呢？伊讲恁来看有一个人将我平常所行一切拢甲我讲出来，莫非这个就是基督啦？无简单伊无骂耶稣，伊无搁为家己解说，伊深知影这个耶稣无共款，哪会甲我迄个毋通风知迄个道德5-6个翁拢讲出来。即摆翁佫毋是我的翁，我毋知甲几个当机咧可见耶稣基督是光明的是毋是物质的是超越物质的，是属灵的。既然是属灵的要这富人人会通知影真正的满足，毋是钱财啦，真正的好命毋是名利啦，真正的爱情毋是像安尼分配啦，应当就专一啦亲像这口水井安尼源远流长久长会当滋生生命，会当正做啉水人的这个恩典啦。咱也想讲咱嘛买茶，咱嘛泡茶，但是物质的茶就是啉了一斤几千几万啉了会搁再喙焦啦，就是安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其一生，人敢有啥物新鲜的事通讲呢？所以喙焦的人讲爱来近水啦，无钱的人嘛会使即来啦。恁拢来买嚟食，毋免钱，毋免价值。恁若来亲近我，耳康听，就的确会通存留的我啦。以赛亚书55章第1节到第3节讲的你想讲咱这个看到这富人人是毋是心灵受苦？是毋是忧伤未快乐？是毋是安尼属灵腰肌失当未得满足？所以想要得到心灵的帮助，毋免钱啦；想要得到迄个灵魂的快乐毋免生理，毋免穿这个价值啦。主耶稣已经应许要将活水赐予迄个求的人。这个水会当互咱的人生来丰足，会当互咱充满生命的力量。人讲安尼互咱的肺腑心肠拢拍开伫主耶稣的面前。伊就将这个生命活水源源不留来倒互咱来压灌伫咱的心上。安尼咱毋免很劳苦，毋免很重担，一生到底安尼才讲起来袂通快活度日。所以这富人人得到主耶稣的这个甲伊谈这个道理了伊就明白啦流落水盘去城里传耶稣，结果效果真好呢。城里有足济撒玛利亚人嘛来信耶稣，都因为迄个富人人去做见证。这富人人讲来有一个人将我所来所行一切拢甲我讲出来。这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因为这富人人安尼传，足济人就来见耶稣，要来听耶稣讲道，求耶稣下面做伙带落来。伊就伫遐带2天啦来见证因的信仰，来传福音、传道理互因听讲天国的代志。41节，因为主耶稣的话，相信的人都足济啦，因为有听嘛，有照行，有体会
因就活转来甲即个妇人人讲，阮今仔会通相信，毋是因为你的话哦，是因为阮亲自听见咯，并且知影这真是救世主啦。主耶稣是啥？主耶稣是救世主啦。主耶稣要恢复咱心灵的价值甲圣洁的生命。主耶稣伊是咱伫天灵的爸，伊听咱世间人倒正肉身，为着要来担当咱的罪，所以到世间来。无咱想有啥物会当代替咱的罪？若是行义若是开钱，若是做功德、做法会，也是做足侪善事，就会当互家己灵魂内底罪得了透放安尼我看足无公平啦。咱若想讲一个出世就残障的，一个出世就摆骹的人，伊根本一世人无在乎甲妈妈扫一摆涂骹，甲爸爸拖一遍涂骹，甲妈妈帮妈妈安尼洗一块碗盘，无可能啊！伊就残障嘛。伊敢有在乎做什么善事？伊敢有在乎去做什么法会？那假设讲都无读册无趁什么钱，生活都真困苦，爱人帮助咧，要安怎？包死的，有公平无？无公平。反观啦咱来看讲，有个人做热心的普求自路做爱心的，你敢知影人的心计巴肚皮咧创啥？可能是呢不法的代志足济呢，咱毋知影尔呢。有人电视嘛咧播电视剧嘛咧看有个人安尼哪有大善人其实内底乌鲁无济拢充满黑暗呢。所以真正会判断人的是神毋是人人真正袂咬尽所以这妇人人咱若对边仔咧甲看心灵一定是无爱防灾啦。这种特殊的行业，也是讲特殊的生活方式，较有迄个定来去野防灾，讲来哦，我有5个翁毋用笑破人的巴肚皮，无可能的代志。但当水所食到这个物质的啉水甲伊담到心灵的活水、生命的活水，伊就改变咯。伊就认耶稣是救主啦，伊认耶稣是弥赛亚啦。亲爱听众朋友，希望做希望借着耶稣的信仰拢会当互咱体会了对生命都有担当，会当勇敢来面对，毋惊困难，真正是安尼。无你甲想一个无信耶稣的人，迄落实想袂晓呢，咱免解决遮济迄个内心的问题。迄内心的问题当然无一定是痛苦啦。你来看，人安尼那就讲安尼，有了一碗满了一百，哇，请假抓袂掉啊！你看，这个天下是我安尼拼命得来，这大楼是我用心起来。咱若想人外敖啦，古早人就甲咱讲人外敖拢毋值天一撇哦。意思讲咱有阻碍嘛，肉体有阻碍嘛，你拢莫食，你会枵死；你拢莫困，你会忝死。你拢莫做，你才有钱开呢。所以日出就做，日落休要让咱休困，要让咱正常做工，不过是8点钟、10点钟的代志呢。你好当日时做无够，暗时佫继续加班来斗，2工3工你就破功啦。所以短短人生到底要创啥？短短人生就是要咱认识耶稣，要咱得到耶稣，要咱来信耶稣、求耶稣、明白耶稣，生命才有光彩啦。感谢大家收听愿主耶稣是因来看顾咱，互咱会通对照这个雅各井边这个官夫同款会通明白主耶稣对咱的爱甲用心付出。虽然伊无看到，但是不要紧，无看到咱就相信迄无看到就信的信心更较大。欢迎来真耶稣教会，全台湾真耶稣教会来查考圣经，来祈祷主耶稣，来将咱所要点的甲神讲，伊要使咱意外平安。咱节目到最后要来用祈祷来感谢天顶的神。做伙额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耶稣基督，阮感谢有你，因为你的带领，因为你互阮的恩典，才来明白神你的竞选真正奇妙。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互阮会通看见虽然你对人生的这个接纳，却毋是因为安尼，就来轻看人伫欲望顶面所犯的罪，
阮有足侪人生的未满足，包括肉体所用，包括情感所用，包括伫情欲顶面得罪神的所在。主耶稣基督你的爱，互阮有通得机会来面对家己的罪恶，来通知毋通靠家己，嘛无再来靠家己，将这个罪恶来免去。主，拢是因为你互阮机会，你的宝血来担当阮的罪孽，来赦免阮的罪，才互阮有机会，搁再重新做一个真真正正合乎神真理恢复神后生查某囝身份的这个儿女。愿主耶稣你的爱继续来带领阮，互阮所收听的听众朋友，拢同款会通来明白主的话，来到真耶稣教会来体会、来体验、来领受主互阮的这个机会。阮伫节目最后献上感谢的祈祷，愿主垂听，愿应有上赞归主耶稣你的名，愿因为平安临到阮的身上。哈利路亚，阿免。